大家好，我是刘阿昌，有土司有财2控油韩瓜西演唱会，8月29号礼拜三晚上8点，在华山 Legacy。这里面有非常多我很敬仰的一些前辈的音乐人，譬如说大前辈王俊杰，还有我小时候听他歌长大的黄静雅姐姐，还有达卡闹，还有小时候听他的歌长大的高贤志。还有这个算是跟我同辈的，叫许慧颖、某某还有我的老师陈明章，还有金曲歌王荒山亮，有土司有财这个演唱会里面控油韩瓜西，我很期待听到就是黄静雅姐姐的演唱。不瞒各位说，她才是真正的我们小时候听她的歌长大的，对。所以我非常期待在里面可以听到，就是黄静雅姐姐为我们带来她就是蛰伏这么多年有什么新的创作，对，然后很期待可以跟她一起就是同台演出，然后也是看到她新的作品。里面我应该是不会跳火圈，所以我还是会把我很真实的一些创作的记录，献给大家。然后有一首歌叫做《大帮你》，就是感恩大家，感恩你在演唱会里面，我会为大家就是献唱这首歌曲。如果要买票的话，请到年代售票系统等你来哦。